好，第四條就唔記得 copy 翻中文啦。咁就第一條佢 A part 咧就問你個刻度間距，係啦。咁刻度間距咧，即係代表每一格係幾多啦？係咪？好啦 ，A 咧佢一格係即係100同200中間係咪有2格啊？咁即係代表一格咧就係50 gram 啦。好啦，跟住 boy 啦，100同200中間咧，佢係有4格喎，1、2、3、4，所以咧一格咧就係25 gram 啦。好，跟住佢問你啦，邊個準啲啊？哪個較準確？係咪？咁當然就係 boy 啦，係咪？點解咧？因為咧咁你個刻度細啲啊嘛，係咪？刻度細啲嘅嘢，自然就會準確少少嘅，係咪？你個最大絕對誤差都會細啲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呢條答案就係 boy 啦，因為 boy 的刻度間距較少，咁樣就 OK 噶啦。